世人不知，夫妻間的因果關係有3種最為陰險。那個每天與你同枕共眠之人，或許正在不知不覺中偷走你的福報。華嚴經云：一切唯心造，夫妻間的因果羈絆，遠比你想象得更為隱秘。那麼，我們應當如何辨別這3種因果關係？又該如何化解它呢？相傳，東晉時期，有一個叫劉道官員，他自幼飽讀詩書，才華橫溢，年紀輕輕便已官居要職。他與名門閨秀陳氏的結合，更是被眾人稱讚，夫妻二人郎才女貌，琴瑟和鳴。然而，命運的轉折總是來得毫無徵兆。近1年來，劉道的運勢卻如同斷崖般急轉直下。先是2次近在咫尺的升遷機會，莫名其妙地與他擦肩而過。朝堂之上，不知從何處傳來了詆毀他的聲音，那些莫須有的罪名，讓他百口莫辯。不僅如此，家族苦心經營的產業也遭遇重創，讓他焦頭爛額。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，劉道滿心困惑。他自認為行事一向謹慎，待人接物更是秉持着善良正直的原則，從未做過任何傷天害理之事，為何這災禍與厄運會如此無情地降臨在自己身上？一日深夜，劉道在疲憊中沉沉睡去，睡夢中，一位白髮蒼蒼、仙風道骨的老者出現在他面前。老者神情凝重，目光中透露出一絲憂慮，緩緩開口說道：你前世累積的福報，如今正以驚人的速度流失，再過3個月，你將遭遇滅頂之災。語音剛落，老者便消失不見。劉道從夢中驚醒，渾身冷汗淋漓，心跳如雷鼓般劇烈，久久無法平靜。夢境中的情景歷歷在目，讓他心生恐懼與不安。第2天一早，劉道便懷着忐忑的心情，前往城外的靈隱寺，拜訪修行多年、德高望重的慧遠大師。見到慧遠大師後，劉道將自己的夢境以及近來所遭遇的種種不幸，毫無保留地一一道來，言辭懇切地請求大師為他指點迷津。慧遠大師靜靜地聽着劉道的講述，時而微微點頭，時而閉目沉思。待劉道說完，大師緩緩睜開眼睛，目光深邃，意味深長地說道：施主，你可曾細觀家中諸事變化，尤其是與你最親近之人。劉道心中疑惑，眉頭緊鎖，脫口而出：難道是我的妻子？慧遠大師並未直接回答劉道的疑問，而是神色平靜地說道：人生在世，福報從何而來，又從何而去？世人只知天命，卻不知每日身邊的微妙變化。你且回去仔細觀察7日，再來找我。劉道雖滿心困惑，但對慧遠大師的話深信不疑。他恭敬地向大師告辭後，便匆匆返回家中。從這一天起，劉道開始留心觀察家中的一切，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微的變化。起初的幾天，一切似乎都和平常一樣，沒有任何異常之處。劉道不禁心生懷疑，難道是自己想多了？然而到了第5天，一些平日裏被他忽視的細節逐漸浮出水面。每當他提及要外出時，妻子陳氏總是會關切地詢問他何時歸來。若他回答不確定，陳氏的眉頭就會不易察覺地輕輕蹙起，眼神中似乎閃過一絲擔憂與不安。家中的收支情況，無論多麼瑣碎細小的事情，陳氏都要詳細過問，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。甚至當他在書房讀書時，陳氏也會時不時地找藉口進來，一會兒送杯茶，一會兒送些點心，看似是對他的關心，可在劉道看來，總覺得他似乎是在查看自己在做什麼。這些行為在過去，劉道只當是妻子對他的關心和愛護，從未多想。可如今細細想來，卻覺得處處透着蹊蹺。更奇怪的是，每當這些事情發生後，劉道總會莫名地感到精力不濟，思緒也變得混亂不堪，就像有什麼無形的力量將他的精氣神一點點地抽走了一般。第7日，劉道懷着複雜的心情再次來到靈隱寺。
慧遠大師見到他，輕聲問道：可有所得？劉道將自己這7日的觀察詳細地告訴了大師，語氣中充滿了疑惑，又急切地問道：大師，這與我的腹部流失有何關聯？慧遠大師嘆了口氣，神情莊重地說：人與人之間存在着難以察覺的氣場互動，尤其是夫妻。楞嚴經中有云：覺心不動，隨緣不變。表面上看似平常的行為，背後可能隱藏着極為複雜的心理活動。當一方處處過問另一方的行蹤，干涉對方的交友，甚至掌握家中財務大權，表面上是關心愛護，實則是無形的枷鎖，是信任缺失的表現。夫妻之間若不能保持各自的空間和自由，終日生活在互相監視之中，兩人的心氣就會不斷損耗，福報自然流失。這便是夫妻間暗藏控制的因果關係，它如同隱藏在暗處的利刀，在不知不覺中傷害着彼此，消耗着福報。劉道聽後恍然大悟，心中卻又充滿了擔憂。那麼我該如何挽回自己的福報？慧遠大師微微一笑，語重心長地說：你且回去，與夫人坦誠相對，互相避開心扉，唯有打破這層無形的隔閡，建立起真正的信任，真相自會明了。與此同時，在城東住着另一對夫妻李實和楊氏。李實為人正直清廉，在官場上秉持着自己的原則，一心為民。然而他家境一般，雖有一份穩定的官職，但收入並不豐厚。楊氏出生小康之家，自幼生活優渥，習慣了富足的生活。嫁給李實後，面對生活的拮據，他常常心生不滿。每當李實下朝回家，拖着疲憊的身軀踏入家門，迎接他的不是溫暖的安慰，而是楊氏無休止的抱怨。你看看鄰居家，新換了一套精美的家具，那氣派勁兒；再看看我們家，還用着這些舊物件。寒酸死了，同僚的妻子出門，身邊都有婢女相伴，風光得很。我呢，只能獨自一人，連個像樣的隨從都沒有。別人家的孩子都有專門的教書先生教導，學業肯定差不了，可我們的孩子只能去普通的私塾讀書，以後可怎麼辦啊？這些抱怨的話語如同一把把利刀，日復一日地刺向李實的內心。久而久之，李實回家的腳步變得越發沉重，面容也日漸憔悴，眼神中失去了往日的光彩。在朝堂上，他的表現也大不如前。原本積極向上、充滿幹勁的他，如今變得有些消沉和迷惘。幾次難得的升遷機會，也都因為他狀態不佳而錯失。有一日，李實偶然在街上遇見了劉道，兩人相見，相談甚歡。劉道見李實面色不佳，神情疲憊，心中滿是關切，便開口詢問他家中的情況。李實苦笑着，將家中妻子的抱怨以及自己因此而遭受的困擾簡略地說了出來。劉道聽後若有所思，他想起自己在靈隱寺的經歷以及慧遠大師的指點，心中一動，建議李實也去拜訪靈隱寺的慧遠大師，說不定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。李實抱着試一試的心態來到了靈隱寺，見到慧遠大師後，他將自己的遭遇詳細地講述了一遍，言語中滿是無奈和痛苦。慧遠大師聽完他的述說，長嘆一聲，目光中充滿了憐憫，說道：居士面上本有官運，卻被家中怨氣所困，福報正在流失。李實驚訝不已，瞪大了眼睛，急切地問道：大師何出此言？慧遠大師神情嚴肅，緩緩解釋道：夫妻之間怨氣最為傷人。華嚴經中說，菩薩常生歡喜心，遠離憂愁及嫉恚。家中夫妻本應是同舟共濟的伴侶，卻因生活瑣事不斷埋怨對方。表面上看是些小事，可日積月累，怨氣便會凝結成障，不僅傷害彼此的感情，更會損耗雙方的元氣福報。你每天回家面對的抱怨和不滿，如同無形的箭，日日射向你的心靈，久而久之，精氣神損耗，
福報自然流失。這便是夫妻間怨氣積聚的因果關係。它如同慢性毒藥，在不經意間侵蝕着你們的生活和福報。李實聽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，心中懊悔不已，同時也急切地想知道該如何改變現狀。大師，那我該怎麼做才能改變這一切，挽回我的福報呢？慧遠大師看着李實誠懇的樣子，語重心長地說：化解怨氣積聚，須以感恩為先。每日睡前不妨各自默念對方當天的3個優點，或為家庭做出的貢獻，心存感恩，怨氣自消。法華經云：諸法實相，妙難思議。當你能看到對方的美好一面，怨氣自然消散，福報也會重新積累。你且回去與夫人好好溝通，嘗試着用感恩之心去對待彼此，相信情況會有所改善。李實恭敬地謝過慧遠大師，帶着希望踏上了回家的路。而在城西，還有一對夫妻張某和趙氏。張某是個極具才華的商人，憑借着敏銳的商業頭腦和不懈的努力，他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家中的財富也日益增多。趙氏出身富貴，自幼養尊處優，對物質生活有着極高的追求。嫁給張某後，雖然生活無憂，但他卻總是不滿足。每次參加親友聚會，趙氏都會暗自觀察比較，誰家的財物更豐厚，誰的首飾更華貴。回到家後，他便會對張某嘮叨不停。王家又添置了一套紫檀家具，那紋理，那做工，一看就價值不菲。何時我們也換一套？林家夫人今日戴的那支金釵真是精緻，造型獨特，寶石璀璨。你何時也給我買一支類似的？在趙氏的不斷要求下，為了維持妻子的虛榮心，張某不得不冒險做起了高利潤但風險極大的海外貿易。他心裏清楚其中的風險，但看着妻子渴望的眼神，又不忍心拒絕。然而命運弄人，一次意外的海難讓張某節損了大半資產。這個消息如同晴天霹靂傳回家中後，趙氏不但沒有安慰傷心欲絕的丈夫，反而埋怨他不應冒險，又哭訴自己以後如何面對親友們，言語中滿是責備和不滿。張某心灰意冷，面對妻子的不理解和指責，他感到無比的絕望和無助。從此，他日漸消沉，對生活和生意都失去了往日的熱情和信心。家道中落後，那些曾經艷羨他們的親友紛紛避而遠之，世態炎涼讓張某更加痛苦。就在張某夫婦陷入困境之時，一位名叫智圓的禪師時常來訪，給予他們精神上的慰藉。智圓禪師的到來，如同黑暗中的一絲光亮，讓張某夫婦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絲希望。一日，智圓見張某夫婦愁眉不展，神情沮喪，便開口問道：貧僧有一問，不知兩位可願回答？張某和趙氏對視一眼，雖然心中疑惑，但還是點了點頭。張某說道：大師請講。智圓目光深邃，緩緩問道：你們以為是什麼讓一個人的福報流失最快？張某和趙氏面面相覷，思索良久，卻不知如何作答。他們的心中充滿了迷茫，不明白為何曾經富足的生活，如今會變得如此糟糕，福報為何會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智圓見狀，意味深長地說：世人常以為福報流失是因外在變故，殊不知最大的漏洞常在枕邊。夫妻本是前世500次回眸才收來的緣分，卻也可能是今生福報流失的最大源頭。智圓禪師望着張某夫婦失魂落魄的面容，雙手合十，輕誦一聲佛號：阿彌陀佛。金剛經有言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兩位執着於外相比較，恰似水中撈月，終是一場空啊！他緩步走到窗邊，望着寺院外熙熙攘攘的人群，開始娓娓道來第三種因果關係的致命之處。世人皆有貪欲，而攀比之心則是貪欲的放大鏡。智圓禪師轉過身，目光如炬，將施主為滿足夫人對物質的追求，冒險涉足海外貿易，
表面上是為了給予更好的生活，實則是被虛妄的慾望蒙蔽了本心。道德經說：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。當趙氏夫人執着於與他人比較首飾、家具時，心中的貪嗔癡便如毒蛇般滋長。這種攀比不僅消耗着家庭財富，更在夫妻間製造出無形的裂痕，讓福報如沙漏般悄然流逝。趙氏聽後，淚水奪眶而出。大師，我原以為追求更好的生活並無過錯，為何會釀成今日大禍？錯就錯在更好兩字永無止境。智圓禪師取出一串佛珠緩緩撥動，就像心經所言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。當人心被慾望填滿，便會陷入永無止境的追逐。你們可知道，攀比之心最可怕之處，在於它不僅摧毀當下的幸福，更會讓人錯失累積福報的良機。張茂神色黯然，如今家財散盡，親友遠離，我們該如何是好？解鈴還須繫鈴人。智圓禪師將佛珠遞給二人，化解比較攀比之困。雖以知足常樂為藥引，菜根譚有云：貪得者分金恨不得玉，豐功願不受侯，權豪自金乞丐。知足者黎庚子於高粱，布袍暖於湖鶴。偏文不讓王公。兩位若能放下對外物的執着，轉而關注內心的豐盈，福報自然會重新匯聚。見二人仍面露疑惑，智圓禪師講起了一段往事。多年前，寺中有位掃地僧，每日粗茶淡飯，卻總是笑容滿面。有人問他為何如此喜樂，他說：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我雖無萬貫家財，但有清淨身心，已是莫大的福報。這位僧人圓寂時，滿室異香，眾人皆見祥雲繚繞，這便是知足者得福報的明證。張茂若有所思，大師的意思是，我們應該放下對物質的追求，非也？智圓禪師搖搖頭，不是放下追求，而是放下執着。六祖壇經說：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修行並非要遠離塵世，而是要在塵世中保持一顆平常心。你們可以繼續經營生意，但要記住取之有道，用之有道。此時天色漸晚，寺外傳來悠揚的鐘聲。智圓禪師讓二人留宿寺中，體驗佛門生活。當夜，張茂躺在床上輾轉難眠，回想起這些年為了滿足妻子的攀比之心，自己殫精竭慮，不僅失去了財富，更忽略了夫妻間最珍貴的感情。而趙氏也在隔壁房間，望着窗外明月，淚流滿面，心中滿是懊悔。第二天清晨，二人跟隨智僧一同上早課。當念到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時，張茂突然淚流滿面。他終於明白，這些年自己和妻子正是陷入了我想的執着，才會在攀比的泥沼中越陷越深。早課後，智圓禪師為二人詳細講解了化解三種因果關係的具體方法。一、化解暗藏控制，以信任為基石重建關係。控制源於恐懼，恐懼源於不信任。智圓禪師在禪房內點燃一炷香，青煙裊裊升起，流到施主的妻子陳氏。之所以處處過問丈夫行蹤，本質上是缺乏安全感。這種控制看似是關心，實則是將對方視為私有財產。維摩詰經說：心靜則佛土靜。夫妻之間若想化解控制的枷鎖，首先要淨化自己的內心。他建議留道夫妻每天留出半小時進行深度溝通，不評判，不指責，只是單純傾聽對方的想法和感受。同時，要學會給彼此獨立的空間，尊重對方的社交和興趣愛好。就像放風箏，線拉得太緊，風箏反而飛不高。只有給予適當的自由，才能讓關係更加長久。二、
化解怨氣積聚，用感恩之心驅散陰霾。怨氣就像烏雲，會遮蔽心靈的陽光。智圓禪師取出一本《法華經》，理實施主和楊氏夫人的遭遇，正是被怨氣蒙蔽了雙眼。化解怨氣的關鍵，在於學會感恩。他建議夫妻二人每天睡前，各自寫下對方當天讓自己感動的3件小事。這些事情不需要驚天動地，可以是一句溫暖的問候，一頓可口的飯菜，甚至是一個關愛的眼神。當你開始用心去發現對方的好，就會發現原來幸福一直都在身邊。智圓禪師還特別強調，遇到矛盾時要學會換位思考。論語說：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夫妻之間更是如此，多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，怨氣自然會消散。3. 化解比較攀比，以知足常樂收穫真正幸福。攀比的本質是用別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人生。智圓禪師指着窗外盛開的蓮花，蓮花出於泥而不染，正是因為它不與牡丹比富貴，不與玫瑰比艷麗，活出了自己的精彩。他建議張某夫婦定期進行斷捨離，不僅清理家中多餘的物品，更要清理心中的貪欲，同時可以一起參與慈善活動，體會給予的快樂。地藏經說：捨一得萬報。當你們學會付出，就會發現真正的福報不在於擁有多少物質，而在於幫助了多少人。3個月後，3對夫妻再次來到靈隱寺。劉島與妻子陳氏建立了深厚的信任，他的仕途也重新步入正軌。最近還被提拔為重要官員。李實和楊氏通過每天的感恩練習，關係變得更加融洽，家中充滿歡聲笑語。李實也因政績突出，得到了朝廷的重用。張茂和趙氏聽從智圓禪師的建議，放下了攀比之心，專注經營小本生意。他們還經常參與公益活動，幫助貧困家庭。雖然生活不再奢華，但夫妻二人相濡以沫，內心充滿安寧。更令人驚喜的是，他們的生意越做越紅火，成為當地備受尊敬的商戶。智圓禪師看着煥然一新的3對夫妻，欣慰地說：慈悲道場參法，說得好，家和萬事興，心安福自來。夫妻關係是世間最珍貴的緣分，也是修行最好的道場。當你們學會相互理解、信任和包容，不僅能守護住各自的福報，更能創造出無量的功德。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，許多人都在盲目追求外在的財富和地位，卻忽略了身邊最珍貴的感情。殊不知，真正的福報不在遠方，而在與愛人相守的點點滴滴中。願每一對夫妻都能識破這3種陰險的因果關係，用智慧和慈悲經營婚姻，讓福報如細水長流，潤澤彼此的人生。正如智圓禪師所言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斷金，福報之道始於枕邊。這不僅是婚姻幸福的秘訣，更是人生修行的真諦。